睡魔与姐姐死神闲得蛋疼的一个赌约，平凡的人类便要在孤独中度过漫长的岁月。1389年的酒馆里，醉汉吹牛称自己参透了永生的奥秘，而睡魔却蔑视地认为永生会让这些渺小的生物精神崩溃，因为快乐很容易会被忘掉，但那些极致的痛苦将会伴随他们终生。于是死神真的赐予男人永生，并让弟弟睡魔去寻找最终的答案。睡魔把永生的消息告知了罗伯特，并相约在100年之后，他们还在白马酒馆相见。其他人顿时哄堂大笑，唯独罗伯特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这不就像我们平时观察蚂蚁的体验吗？转眼来到1489年。罗伯特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长生是不是与恶魔做了交易。当得知自己并不会失去什么后，他又想知道睡魔究竟是谁。可睡魔却只想了解他是否有寻死的想法。不过结果竟让睡魔失望了。It's fucking brilliant. 由于社会不断的进步，他对未来充满了好奇。随后他们相约100年后还在这里见面。弹指一挥间，时间来到1589年。此时罗伯特通过积累的经验，学会了造船和开采黄金，并且利用积攒的财富还在当地买了爵位。虽然他刚出生的儿子夭折了，但他渴望活下去的想法依旧坚定。听不下去的睡魔注意到一旁正在排练戏剧的小伙子，睡魔被他对梦想的执着而打动，于是赐予他一个美好的梦境。而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戏剧大师威廉·莎士比亚。很快就到了1689年，因为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爆发了大革命，罗伯特彻底成了一个十足的乞丐。如果不是睡魔开口，可能他连酒馆的门都进不来。如今他也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颐指气使。在这100年里，妻子难产死了，婴儿降生不久也死了，而他也被村民当成了妖物。陈海折磨长达40年，直到前不久他才死里逃生。睡魔再次询问他是否想活下去。Are you crazy? Death is a mug's game. I've got so much to live for. 即便命运千疮百孔，他仍然想活着。殊不知他们的会面被人悄悄地画了下来，甚至知道了他们100年后的约定。时间来到1789年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罗伯特通过贩卖黑奴又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此时的他更不可能选择死亡了。不过由于时间的递增，睡魔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，劝告他不要做贩卖人口的缺德事。可下一秒，他们短暂的宁静就被打破。一个名叫康斯坦丁的女人拿着画找到了他们，要求让他也加入这个永生的计划。Is that meant to be me? I look terrible. You look worse. 说完就命令手下强行带走。身为睡魔自然不会惧怕人类，他只是轻轻吹了沙子，就让对方暂时去地狱走了一遭。这可能就是成就一代驱魔师的最初原因吧。时光飞逝，时间到了1889年，此时的罗伯特已经是抽雪茄、品红酒的绅士，肯定更不想去死了。而睡魔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意他的选择，反倒是期待两人的下次会面。罗伯特一语道破睡魔惧怕孤独，说在他的心里其实更不希望自己去死。睡魔不愿接受这种现实，转身离开。罗伯特没管他的反应，大喊下个100年他还会在这里等他。如果睡魔来了，那就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。很快就到了1989年，罗伯特像以往一样再次来到酒馆。我倒是不佩服他的倔强，反倒是佩服一间不起眼的酒馆可以营业600年没有被强拆。不过这次他却迟迟没有等到睡魔。罗伯特似乎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早在1916年睡魔就被人类用法阵困住，而且一困就是又一个100年。